哪一句闽南谚语？比喻欲速则不达。闽南谚语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。欢迎乡亲们转发到自己的聊天组群，协助推广咱们的母语。多谢，感恩。闽南谚语：紧捧无好势，紧嫁无好大家。比喻欲速则不达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